歌手古巨基為咗支持追夢嘅素人歌手，日前就喺網上公布佢嘅最新企劃《盲聽的歌聲》，撇除所有外在因素，俾純粹嘅歌聲一個發光發亮嘅機會啊！企劃淨係聽聲唔睇樣，以靚聲取勝。基仔話為咗公平起見，事前就叫選手自定一個綽號，而16位選手早前已經喺錄音室完成錄音。比賽第一輪投票就係1對1，贏咗嘅8位選手可以直接進入10強，而8位嘅落選者經過復活賽就可以爭奪最後2個10強嘅名額。10強通過決賽之後，再經唱片監製同埋一眾歌手投選出一共2位最值得出道嘅得獎者。基仔就話候選歌手去錄音室錄音，因為要堅守唔見樣嘅大原則，所以要喺唔同時間錄音，費事撞到大家。佢話依家社會仍然都係以貌取人，但其中一個選手嘅否白就令佢印象好深刻。基仔就轉述話，如果真係唱得好聽呢，把聲可以治癒到人嘅話，其實啲人都係會聽嘅。呢個就係佢哋舉辦盲聽嘅初衷。